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因为封面通过各地拢在落大雨，气象署发布10个县市的大雨特报，花莲的富凯大饭店佮统水大楼等个准备要停。疾管署指出，最近早八案件有8成验到脑路病毒，意思是建议实在爱洗清气，手嘛用三枚洗20秒。立法院今仔早起审查陆海空军天法环的草案，以及要排除阿兵哥关禁闭的时间，部长是望讲避免阿兵哥无要意犯错。新闻头起先哦，咱来看4月23半暝规模6以上的电动尾，嘛造成花莲市区的富凯大饭店佮控水大楼起气。今仔早起花莲阁落大雨，吊大型的拆除机械嘛需要时间，所以目前哦拆除的作业是搁在做准备。因为富凯大饭店位伫市中心哦，附近是真热闹，所以有成立有封锁线，一寡店家是无法度做生意。当地里长哦是望讲会当赶紧来做好安全的保护，互附近的店家会当恢复营业。花莲市区透早咧上大雨，不过沙石车和怪手继续伫起气的富凯大饭店头前大平台准备要作业。若顶一届到3工拆除天王星大楼的大型剪断机，因为需要搁较长的机械手骨，才有摘掉拆较悬的楼层。透早搁咧等配件送过来，伊讲富凯大饭店搁需要2礼拜时间，才有法度总拆掉。若边仔店家员工是要紧要搬货，都惊有一寡食品要过期啊。花莲薯系列的，因为期限比较短。对，所以那个要赶快撤到我们另外一家总店，到期就那些食品就会浪费掉，这样很可惜。员工把铁门救起来，店内虽然有一寡物件落来，不过灾情也无算严重。员工笑讲，因为地动尾实在太济了，已经累积经验，避免损失。比较高的产品都会把它先躺着，避免它地震的时候又再摔下来。因为之前第一次地震的时候，它就全部都摔下来，都破掉。地动了后2天，中山路的店家大部分拢关门撮好无咧卖，干那花莲唯一一间中华银行有咧营业，员工是赶紧采购失败，通知客户。要让金融它能够畅通，不是像说7你这家没有，可以去别家嘛，一样不行这样。富凯大饭店头前嘛搬一寡肉粽角放伫店家头前做保护。当地里长表示，附近的店头实在袂堪至关店2礼拜，即马员工游客阁少，实在唔知影日子是要安怎度。2个礼拜他们可能受不了。哎呀，当然受不了啊，太久了啦。这样地震就游客又少，没有进来啊。现在在附近的顾客也是要顾好啊。若是店家附近的传统市场嘛，变甲零零清清。讲是因为风度害生理减一半。若另外一栋起气的统水大楼，本地20时透早要开始拆除，不过包商表示作业的平台也无够悬，都爱先塔土石等机具送来，无定着要等到8日以后才会当动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最近伫电动向天气嘛无介稳定，今仔因为封面通过，各地拢在落大雨，有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气象署嘛预告讲，明仔载会阁有另外一阵的封面接近，会阁落雨，会阁落到礼拜日，所以民众要爱特别注意。为防止傍晚下豪大雨，请村民至和平国小收容安置。花莲秀林和平村的村长透过广播甲村民讲，暗头可能会落大雨，烦恼地动加上大雨可能致死灾害，请村民到紧急设立地点收容安置。因为花莲地动一直发生，而是阁因为封面通过出现大雨，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那未来1周的天气主要是受到锋面的影响，那偶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所以整体而言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一旦有对流发展就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现象。那花莲避震这个大雨真惊人，内湖科学园区的水公路发生树仔倒去占用车道，因为是上班的高峰时间，警方随到现场处理，指挥交通塞车的情形，并且通知吊车把树仔调离现场。在28号之前，台湾附近呢都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情况。26号，也就是礼拜5这一天呢，受到锋面的影响，而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南部地区的雨势呢，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明显。气象署强调，2号开始另外一波锋面接近，有关会有一波雨势，也那礼拜28落雨几率悬，天气真无稳定，民众除了避免去山区活动，出外的时阵爱注意天气变化，也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的电动对于华人的观光影响是真大，嘛因为电动买得真侪哦，恐惊景气是无遐尼顶回复。华人的本地业者是望讲政府会当来提供补助，帮因甲员工渡过难关。0403花莲7.2强烈地震了后，花莲陆续重建当中，佫拄到真密的地震尾，医用业者伫面册大文表示，甲6月底进前拢要停业，工会有告。初站重建期间损失超过20亿，因为连化交通抑个变数，因有其休住的订房也无乐观。从平日的住宿率4成，假日7成，降到现在1成以下，甚至非常多的旅宿业当天都是0间。好，那以初步来说，我们4月份到目前为止，饭店的营业损失就已经上看5亿元。烦恼陆续恐惊面临裁员，解雇工会化成政府希望放令主办教育训练做营运补贴，服业者度过这一段中建期。观光学者明白表示，花莲是台湾观光亮点。去年花莲县政府佮甲东南亚业者参详，迎接4座厝包机对飞直接送起来台湾。即马面临地震尾变数，估算出来去2-3个月，台旅客可能就安尼未来。一段时间，花莲的观光其实是不太容易恢复的，而且这种其实是花莲有事，全台有事。也就是说，其实对观光客来讲，他们不会只想到是局部花莲有地震，他看到的是全台湾产业的振兴这一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规划过程当中。那我们会提出最好的计划，来使得花莲的观光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产业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帮忙。行政院强调会召集相关单位，赶紧推出进行花莲观光的方案，不止旅宿业，也照顾在地点头。观光学者认为，第一重建结束了后，进行的各路方案应该爱详细评估，吸引旅客留伫花莲，避免只住一暗，对观光复苏有限。记者综合报道。小人衰地当花莲的学校又个传出灾情，学校嘛已经有汇报买来安打学生囡仔的心情哦。另外，伫花莲秀林乡的文兰村是挖进木瓜溪，嘛传出讲有厝的地基放弃是真危险。被珠宝或者是课本保护头，学生赶紧离开教室。0403花莲大地公即天，我理论断层的花岗国中，教室又甲真严重，学生赶紧走到较空旷的所在。学校也赶紧安顿学生的心情，尤其是震后，以后呢更需要跟学生再提醒。另外呢，学生的心理恐慌要怎么去安抚，这是我们学校当务之急。伫花岗国中的球场被一个phong正大phong，好佳在主结果无受影响。也伫咧受影响的水莲国小，包括苏宁台、教室也有灶骹，也有太路跳起来或者是壁船。目前先为防火线，卖互学生挖。它整个震动建筑物是上下跳动的，然后因为楼上的部分装有那个太阳能板，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的铁皮屋的部分那整个晃动的声音很大。0403大地震也未复原，0423佫连续2遍地震尾，又过31间学校受损。花莲县教育处初步估计损失金额是858万元，也将学校继续会勘汇报。灾损金额比较大，比较严重的是信义国小，目前操场的中央有裂缝，而且皮有多处的翘起。另外，伫秀林乡木瓜溪边仔的爆花，也因为强烈地震放弃，边仔明体地基也严重受损，真危险。居民大家拢敢若是困伫咧山坎边，困袂落眠。即马佫拄着落大雨，惊讲若佫有地震，厝会规个崩落。不睡觉了，不敢睡觉。崩山进行自林秀桥的南边一直到凤庆山庄，受影响的长度差不多1公里。目前居民是先用篷布盖砍掉的，防止地基佫互雨水冲入，也希望政府赶紧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准总统赖清德今仔出席2024年的智慧显示展览会哦，嘛承诺讲会来协助民邦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风声讲会接海基会当市长，也毋过哦，今仔2个人是拢无回应。嘛传出讲赖清德伫拜四会开记者会来公布外交各项各有两花灯部会遴选。伊颁奖予民办大厂，准总统赖清德参加控制署智慧显示展览会，向业者当面承诺，未来会全力协助产业发展。我们这个智慧显示器产业
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需要政府什么样的这个协助，新的政府都会聆听，跟大家一起合作，再次提出好的方案，让我们产业界能够更加的进步。跟半导体产业其实都撑起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政府没有特别重视某一个产业而已，每个产业都重视。第5日防重针只剩26天，赖清德内阁布局已经差不多，不过各项量化人数犹原无正式公布。风社陪伴出席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经过赖清德定性了后，点头接任海基会董事长，被解读是赖政府释放量化对话交流的信号。不过两人在这风社传出来了后，第一摆港台互动无济。海基会董事长是被硬塞的位置吗？会接受海基会的职务吗？无论什么人担任台湾海基会的负责人，两会协商机制能否恢复，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另外，媒体报道，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中间要去国安会进进，担任副秘书长或者是执行委员。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英成也要去国安会做主委。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施思检、刘德金留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丁俊涵也留任关键。副总统明天公布外交国安人士吗？黄崇彦跟马永成进国安会吗？根据了解，赖清德办事要开记者会，亲自宣布外交、国防两华等部会省长的竞选。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直接要停电，国民党是批评中央的能源政策错误。早起嘛开记者会，望讲透过修法来为核电厂的年限解套。另外，立委是认为能源政策是会当来理性讨论，要放任核电厂的年限应该爱负责任来处理核安甲核废料的问题。核安会是表示讲，这议题社会已经有真侪讨论，核安会会来尊重立法院的决议。考虑国内电力需求增加，国民党立委召开推动核子反应器设施延役条例草案，希望在核能安全条件之下维持核能发电，降低能源危机，想要替核电厂延役。就原来适用的范围没办法让核1、核2重启，所以等于这个版本是让核1、核2重启，核3延役。那为替核电厂延役的修法，立委是认为讲能源政策会使理性讨论，不过爱想讲要安怎负责任处理核安甲核废料的议题。核能要在延续的使用的前提，应该是要有负责任的面对核废料的态度。位处地震带上面的台湾，我们的核安上面如何严谨的确保这些事情是核能在台湾使用的前提。我们核1、核2、核3的这个耐震系数呢，核1、核2都超过0.6，核3的耐震系数更高，还要来到0.72G， 远高于台北市101大楼的0.3G 的耐震设计。全世界所有发生过的这些核子事故，没有一次是来自于地震的。核安会主委陈东荣是回应讲，延役的议题社会讨论已经真久啊。核安会不是能源政策的主管机关，尊重立法院的决议，也强调若要使用核能，社会爱先达成共识。那我们不是能源政策的主管机关，有关修法，那我们当然尊重这个立法院的大家的决议跟共识。也若实务上，敢会当伫核能安全条件之下维持核能发电？陈东荣也进一步表示讲，核2厂已经除役，核3厂也当咧运转，各别机组情形无同，台电爱先检视各机组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食物中毒案件是真多，疾管署统计早排通报案件是有8成去验到脑路病毒，因为这款病毒是接触感染，医师嘛建议民众佮业者煮食的材料唔能爱洗好清气，手嘛爱用扇梅，至少爱洗20秒。最近食安事件不止啊多，亲像粗碗、向力、苦辣素食等等，拢传出有人客食了身体无爽快。在食物中毒的事件当中，拢有验到脑病毒，有出现吐、发烧、含流巴肚的情形。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这1个月来有203件集体流巴肚的个案，有8成拢有验出脑病毒。食药署指出，脑只要少少的病毒量，都有真强的传染力，是食物中毒内底上常看到的病因。近期大家所发现的这些食品中毒还在分析当中，另外也在比对有关人体检体及食品检体的部分
但是可以说明从历年的资料显示，诺罗病毒引起的食品中毒，其实目前来讲都是排名在第1位。食药署提醒讲，会去挖到诺罗病毒，上主要的原因是老腿有染物当中有这种病毒，人若接触到病毒的粒子，可能就会致病。医生也建议民众和业者双手都要用地裤上无洗20秒，因为敢若用酒精无法度消灭诺罗病毒，而且唔若实在爱洗清气，嘛得避免生食。例如蔬菜水果必须彻底清洗，然后海鲜贝类都必须彻底加热，然后避免生熟食要交叉污染，就是你要必须定期的清洁厨房的用品，然后把生熟食分开处理。另外，医生嘛讲，若是胃着诺罗病毒的患者，症状拢好利了后，2天内病毒也有传染的风险，要避免接触食品。也若为着要互外国籍的食品业员工了解正确的卫生资讯和法规，伫咧食药署外籍宣导品专区的网页有提供6种紧急的防治手册，互业者使用。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最近我们诺罗病毒真事件，长仔病毒嘛进入流行期。伫顶礼拜，因为长仔病毒就医的人数都有上万例哦。有意思是讲，咱国内6岁以下囡仔拢真后畏着长仔病毒，所以一定要特别细腻。咱今仔嘛要请吴欣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咱台湾哦，顶礼拜去看长仔病毒的人，就超过11000人次，11643人，这个数字是10天来上界悬的。所以咱疾管署就宣布讲，咱国内长病毒进入流行期是愈来愈严重。长病毒真正种到话人的，尤其伫咧幼儿园、伫咧学校这教育机构爱特别注意，唔通互咱的幼囡仔甲物件摕咧佚佗物啊、衫咧，就插对喙里，因为长病毒是会当靠咱人伫咧扫、伫咧拍骹枪所喷出来这烂手、这分泌物，若有带长病毒，咱人若去摸着、去吸着、去接触着吼，就会去胃着病，或是讲食米吼，长病毒感染着、污染着，咱人食落、啉落，共款是会去胃着，也胃着这个长病毒，3天至5天就开始有症头。这款症头就是讲发烧、脱喙，也是讲伫咧手底、骹底有水泡，也才症头差不多7天至10天就家己好起来。但是若讲出现讲无力。甚至讲唔知影人啊，也身躯会着，也是讲直直吐无晓，伫咧喘气，伫咧心跳变足紧的。尤其是伫咧5岁以下囡仔爱特别注意，因为5岁以下囡仔是长病毒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只要讲这个症头有其中一项，就要赶紧带去互医生看，若无真正是足危险的。因长病毒。敢有疫苗爱安怎预防咧？长病毒哦，即马咱国内针对7-1型这种长病毒有2种疫苗，6岁以下囡仔会当自费去评估，会当去做。不过公费部分因为也搁咧讨论，所以即马也无影。但是拄则咱讲到的这疫苗、这预防针，主要是针对这个长病毒7-1型所造成的重症。别种长病毒做这种预防针无效，不过这个长病毒别种长病毒咧，即马是无预防针的。所以讲，即马要预防长病毒上介好的方式，就是洗手。接洗手，一个手爱洗好清气，过来就是讲公共场所卡卖去，准讲去人济所在，甲真济人直接当厝哦，爱记哩洗手，因为大人有缘有机会去得到长病毒，只是讲镜头看起来无明显，看起来那感冒安尼，但是有关系会话人的哦。准讲这咱大人啊，甲病搁在为好处理的囡仔，安尼就害啊，所以对长病毒真正爱细腻呢，卫生这站就袂当无注意。以上是今日解剖新闻，甲时间交等有主播。再来看，立法院早起审查陆海空军挺发法，修法要甲阿兵哥悔过加关禁闭的时间来排除，所以退伍的时间会延后。国防部长邱国正是望讲，透过修法来避免阿兵哥无有意犯错。另外，统计嘛显示讲，咱的国军今年已经发生16件自伤的案件，有13人死亡。部长嘛强调讲，目前检调有介入调查，嘛来做专业小组详细来了解。国防部强化部队的管理，验过现行的陆海空军挺发法，将要加8年无改变。行政院提出修法的版本，立时伫立法院进行审查。草案包括调整挺发的行为，分做勤务上甲勤务外，
也评定官兵悔过加禁闭的期间为6日1期的计算，会延后退伍的时间。对此，外界认为，若一直犯错受罚，会有做不完的兵。对此，国防部长柯国正律师讲，受罚就是要避免军人不要违禁的态度。你在回国时间5天，你现在退伍的时间延后5天。我想这个主要目的在哪里？也是一种让你知道你犯错跟你的义气，我们不能够算在一道。另外，国军伫今年自伤案件一直传出来，伫4个月内就发生16件，造成13死，影响国军的形象。军中的管教是不是不当，引起大家的注意。柯国正表示，自伤案件大家拢真危险，国军会对2个方面来了解，包括内部的管教，也有外部的制度、感情、经济等原因，秉公处理。检调也概率。如果在营区里面发生任何异样制裁事件的话，这个检调以外，还有一个专案小组人员，他可以由受难者家里面的人来找人。这原因在哪里？取得一个公信力。一若台美强化军事合作，美国众议院通过军援台湾的法案，包括回补援台的军备、指引对台军事服务、教育也个训练。李伟正关心台美磋商的进度。也个美军会当提供多一寡军事训练。一直在谈当中啊，甚至至于他以后的项目有没有什么要改变或者要调整，这都是可以谈的。针对强基最近了台离归人只敢若剩41海里，外界分析，到时强基若要直接飞到总统府，只要5分钟，恐惊会采取斩首的行动，国军会无反应的时间。对此，柯国正回应讲，国军的情感战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积电要伫高雄设厂，为着培养相关的人才哦，高雄有6间高中，对高一开始就提供相关的课程，予学生来选修。未来哦，嘛阁会继续增加哦，至少会有20间学校会设相关的课程。点电脑荧幕就会当得分，这个仿照市民拍地鼠的游戏，是学生开半点钟写出来的程式，但伊嘛发现还佫有一寡缺点。因为我目前还没办法让它在这9个格子里面，就是能够精准对到，我只能让它随机在这个画布上面跑。列册修正程式也是学习的重点。3天前，高雄伫左营南仔溪区6间高中成立半导体数位产业先修课程，予高一、高3的学生由高雄大学、中山大学高一大老师来教学，了解半导体产业 AI 领域。有学生讲本来无了解，上课了后真有兴趣，想要向这个领域来发展。有学生早就锁定大学要选读电子工程科技，提早来了解到产业的状况。还没上这堂课前，就对一些写程式没什么概念，然后一些元件什么配置都不知道。上完这堂课后就更加熟悉。学这个应该在之后大学应该也是会用得到，而且还蛮重要的。左营高中嘛是其中一间，因的课程内容佫包括着生医检测运用。教学时阵，学生会当伫课堂馆顶操作着心电图，实际了解原理。学校表示，前3天是打基础，未来这是要甲产业界结合。在高1的话，这是在多元选修这边，好，那高2就是在弹性学习，高3的话就在弹性学习跟多元选修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主题在做开发。大学端看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面向，可能会跟高中端看到的不太一样。台积电来到高雄相关产业链人力需求变强，希望培养更较侪人才。市府嘛打算要把这个课程为6间高中扩展到全市20间。记者林昭宽、王丽婷、陈天坤报道。再来看卫生福利部今仔早起伫立法院针对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报告哦，调查立委是拢建议讲，无适龄的年母应该爱有退场的机制，避免开事件搁再发生。另外，针对第77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底哦，要伫瑞士的日内瓦召开。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目前是还未接到邀请，也毋过哦，新任部长邱泰元会带团去参加。李福联名委托姓老灵母照顾一回查甫囡仔开疑似遭到虐待死亡，引起社会关注。调查立委拢认为，卫福部应该有无适龄灵母退场机制，而且这几年来少子化现象，托婴中心灵母人数5年来逆势成长将近1.5倍。不过考试是虐童案件说是这几年拢一直提悬。涉案的许多保姆大多不是新手哦，政府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介入，有一些机制淘汰不适任的保姆？保姆你怎么从前面去管控？一个师资的训练里边，126小时这样的一个考照完全没有
儿虐的一个相关课程。另外，姚立伟表示，家庭暴力样态愈来愈复杂。为福部甲司法院统计，这3年家庭暴力通报案件每年拢增加。去年有16.8万多件，平均每年民事保护令核发案件有1.8万多件。建议社工对高风险家庭进行家访的时阵，应该安排警察这个单位到店去提悬职业安全。以这些非常复杂的家庭，对于刚毕业，尤其是很单纯的社工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复杂、害怕的环境。进去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场所去做这个儿少保护的工作的时候，希望是有警察，对，但是也要考虑到警察的那个人力。技术员强调，会积极爱各县市政府落实家庭暴力法，佮提升暴力零容忍的社区意识。另外，今年 WHO 世界卫生大会按算要伫5月底召开。技术员表示，目前还未收到 WHO 的邀请函，不过到时阵会由行政部长柯泰源组队去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教育部提出学生辅导法的修正草案，要来提升学校专业辅导的人员。目前新的版本已经送行政院。早起有教育团体是呼吁讲，心理师甲社工师应该爱依照各地区、各学校的无同款的需要来做规划。近前发生新北的高中生和同学校的学生举刀啊攻击死亡的代志，这几个月来，教育团体几啊摆呼吁教育部爱提升辅导能力。回应学生辅导法的修法，各教明呼吁辅导教师的编制，就要为国小24班一个，国中15班一个，高中至12班一个，提升到国小20班，国中12班，高中至10班就一个辅导教师。另外，专辅人员的编制嘛，应该爱提升。按照学校班级人数编制，但是部分招生额满的时候，班级人数比他校明显的是比较多的情形之下，比较应该要增加他的辅导教师的编制。有方少年犯法是较需要专职的志工，毋是心理师。啊，若学生行底路甲忧郁比例较悬的学校，是较需要心理师的协助。各教明认为专辅人员需要专业的分工。捌做过大学学务长辛苦工课的立委瓜志文就讲，教育部的版本早就已经送行政院，不过一直无送去立法院。根据了解，是卡伫咧专辅能力爱以班级数量对应的规定。有很多的偏远地区的学校，它是像是用行动心理师的方法。当我们的法规上面是用班的时候呢，就在法规上他们认为会窒碍难行。但是就我的观点来说，送进来，我们可以在这个点上来去做更进一步的讨论。瓜志文强调，2014年台北一文台人的案件发生了后，学生辅导法三读通过。这届新北的挂案滚案，和学生辅导法修法，实在无想要看到伫悲惨的代志发生了后才有进度。希望行政院会当赶紧送到立法院，连立委的版本做伙审查。记者台北报道。环境部本地按算今年的头一季就要开始来征收碳费，也毋过碳费的计数是还未定出来。早起环保团体提出民间版本的碳费研究报告，要互环境部来参考。伊嘛呼吁讲，针对碳费的相关规定、有汇率，就要赶紧定案。制定碳费和企业排碳有成本，是台湾走向2050净零排放的重要工具。环境部3月底召开第2摆的碳费汇率审议会，也是无定出计数。正前环境部宣布，今年第1季要开始收碳费的承诺已经跳票。今仔日环团向环境部提交民间版对碳费计数的研究报告，也呼吁后1摆的碳费汇率审议会要赶紧定案。原本预定是今年已经要开始收去年的了，那其实到现在就是我们连2024年的到4月了都还没有相关的就是费率啊，甚至到现在还有3个执法还没有出来。7、8月的时候吧，成立了一个碳权交易所，然后去年也公布了非常多的碳权相关的执法，但其实这些碳权的执法在没有碳费以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从法治的架构上。它都是搭配碳费而来的。环保团体指出，目前有部分产业已经以未来要收碳费做借口，开始花比起价，引起民间烦恼通货膨胀。环团指出，根据欧洲的经验，碳定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真细。因认为，若准赶紧定出碳费，民间就通有正确的标准，检视产业的起价较有合理。主要这个报告里面写的比较是原则性的建议，以及全球在这个碳定价制度上大概是什么样的做法跟情形，去给委员们做参考。希望能够在
执法的预告之后，我们会尽速的来召开费率审议会。那因为有这个执法的相关的内容或者是实际的一些做法之后，在费率审议会在审查或者是委员在讨论的时候，才会比较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乃至于有一些依据。针对款团提供的建议报告，环境部表达感谢，讲会继续参并甲 NGO 工商团体沟通拓回一个议题。目前政府会赶紧定出拓定嘅做法进行预告，赶紧召开审议会进行所落来的听书。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最近美国的大学学期要结束咯，也毋过有受未少小婷巴勒斯坦的学生囡仔伫个抗议，所以学校气氛是真紧张。各学校规气就改做线顶上课，要来减少校园的冲突。另外，伫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有人伫病院外口发现有一个所在带300外的遗体。美国大学学园内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规模渐渐升级，包含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等的学校，拢有大量学生响应抗议活动。相关伫哥伦比亚大学甲耶鲁大学的抗议活动中，互警方厉害学生。有部分的教职人员决定协助学生继续进行抗议的行动。其中，哥伦比亚大学23紧急宣布讲，纽约主校区改做远距离课程，延长到春的学期。I'm honestly infuriated and frustrated and angry and mad about the recent events that are happening specifically in U.S. campuses and like for the last 7 months, obviously, in Gaza. Hate has no place in our city. We should not be seeing hate in our city. 学生伫哥伦比亚大学草坪举行的大平运动，因计划留到校方答应因的诉求为止。佮要求校方抵制所有和以色列有关系的活动，结束整作灭绝。学生代表指出，当咧甲校方谈判，毋过拒绝讲谈判的细节。对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好家人，美国 NFL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头家克拉夫特不满学校乱吵吵，要求学校积极安打抗议甲冲突，若无可能的对相关的捐款来冻结。另外，以色列军队伫4月时撤出加沙的南部了后，加沙的民防人员伫汉尤尼斯的纳赛尔病院发现蒙阿波带300外具遗体，有一寡尸体脚甲手都互绑起来，有的亲像是防出血的款，而且大多数的尸体已经烂去。不过，以色列军方已经否认甲蒙阿波有关系。We have seen those reports, and the reports are incredibly troubling, and we're inquiring on thi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We call for independent, effective,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deaths. 联合国23对报道表示唔敢相信，指出讲可能牵连战争罪，呼吁国际爱赶紧调查。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来看。过来消息哦，过来看高雄最近有民众坐轻铁受伤，却无法度申请理赔，冇提出申诉。民意代表是建议高雄责任保险的范围应该嘛爱包括月台，也是车厢内底的事故来保障乘客的权益。也毋过，高捷公司是表示讲，目前咱全台湾的责任保险的内容哦，拢差无偌济。也毋过，针对议员的建议，因会来讨论。手骨顶光钉仔，空喙天起来分只真惊人。60外岁的郑先生，前年底甲牵手伫公营码头站坐高雄轻铁，上车了后，却因为要换位无顺利跋倒。椅子的下面是刚好有一个那个叠角，伊也较无坐，伊就是要坐后壁，可能是太空怎塞伫那个走道。郑先生肩胛头和手指头的骨头拢断去，也毋过因为毋是设备滴数受伤，高捷公司保险无通赔，互因感觉无合理。如果是在轻轨上跌倒的话，交通工具本身应该有一些责任吧。有民众感觉应该要赔，民代嘛表示，这半年来接到2件坐轻铁跋倒的真情，拢无保险通赔。意外险都只有建立在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机械受损。造成的损伤，那另外一个就是天然的灾害才会理赔乘客完全都是建立他自己的立场。民代认为，乘客伫月台顶也是车厢内，毋是超工造成的着伤事故，高捷保险拢应该会当赔。高捷表示，过来各轨道运输业者的保险赔偿范围拢敢若限制，是因为轨道系统也是场合所造成的意外，如归责于捷运或轻轨之系统及场域问题。例如地板湿滑或设备故障等引致旅客受伤，
均可依保险规范内容提供理赔。高才表示，扩大投保范围需要个建议，嘛提起轻铁虽然时速袂超过50，啊，毋过去行的时嘛是爱甲扶手还好调，嘛要注意椅仔、车厢和月台空徛等状况，避免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彰化市的中山路一间卖冷奶店透早火烧，可能是对1楼的办公室着火，经销伫3楼甲4楼甲来的大人甲囡仔救出来，因为因拢有互烟砸到，目前是拢搁伫病院在治疗。另外，伫彰化北头有3合院的火烧一个99岁妇人不幸往生，起火原因搁来调查。规间厝拢去互火烧起，物件拢臭火大。厝主等到现场整理，受到逃生的过程，有关是心惊惊。出去门打开，这种烟太重了，我就关起来了。马上打电话给家里人，结果发现他们也都困住了。2时半暝啊，彰化中山路这间车联行向导火烧，消防出动近50个人去拍火，因为那树就是对1楼的办公室导火，内底阁拢是工作机械甲车联啊，乌烟是一直冲对楼顶去。消防队3、4楼啊发现6个大人甲4个囡仔，10个人拢去互烟砸到，紧甲救出来送医。意识皆清楚，送往医院急救。另外由于该户安装有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受困者于第一时间可以报案。那其中一位70岁左右的男性病患，因为到院的时候已经有沙哑、呼吸道有阻塞跟咳嗽、呼吸急促的情况，所以就紧急插管。另外一方面，伫彰化北头提头路这间大厦厝，2时透早4点嘛传出火烧，消防接到报案，随赶去现场拍火，虽然真紧就甲火拍花，不过有一个99岁妇人已经不幸死亡。这边也冒，这边也冒了。整间房间都在冒，在冒啊，还有黑烟笼罩着啊，叫你人进不去啊。死者后生这细蛋的厝主表示，老母因为行动无方便，拢是坐轮椅，规家伙仔拢带做火，可能是火炭了收紧，才袂浮走出来。这两件导火详细原因，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位伫台中市大理雾峰交界北沟溪这里溪水拢乌麻麻，环保局去现场采样化验，发现讲是大理矿卖场的开沟水造成的。因为最近有真侪电动管线去受到损害，所以这开沟水才流出来，即嘛已经修理好势咯。溪水变甲一片乌麻麻，空中的画面看落去真惊吓。伫咧台中市大理雾峰交界的北沟溪，22号下晡有民众发现疑似污染的状况，环保局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来了解，结果溯源发现污水竟然是为环保局管理的大理区掩埋场流出来。就我都有去采样了，采了几个点啊，但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跟原本的溪水完全不一样啊，那个肉眼就可以看到了。掩埋场的下骹甲山坡拢有盖大面积的塑胶布。环保局是表示，掩埋场摄出水一般会经由管线来收集，传送到处理场进行曝气氧化、生化反应、生物甲化学丁底等定数了后，达到放流标准，排放到溪水内底。但是最近因为地动真多，造成管线受损，地势摄出水淋着雨水，因雨水收集到流入北沟溪。掩埋场部分渗出水是流到左边这边的水系统，然后流到渗出水系处理部分。那因为最近的地震情形部分那表示这管路上有稍微错位。环保局强调，23号已经开学修复破去的管线，目前已经无泄漏的状况。另外，流到北沟溪的摄出水因为真微量，经过采样检测也无超过放流的标准，因此也未开发。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台南生化6分寮农场有几10只鹈鹕的族群，也毋过最近有民众是发现讲有鹈鹕受伤，有诶佫互偷袭。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咯，会来找出凶手处罚。照有翕的相片顶面，一只流浪犬喙夹了一只红冠水鸡，另外一张是反镜子的脚夹了一支，甚至佫迄条反镜子去用毒死，尸体就摕伫真大的农场内面。事发地点拢伫咧台南成华的6分寮农场，原本应该是生态丰富的人，现在煞成为鸟仔类的地角。农民为了驱鸟啦，所以把玉米粒浸泡在那农药里面。反镜子不是它的对象，可能是斑鸠啊，其他鸟类。但是在那个过后，我原本一天可以治疗到70-80只哦，在那个事件过后，
我大概2-3个月，连一只都找不到。崩包啊，崩包呢？哦，你无要安怎？啊，伊即摆咧崩包伊也唔惊你啊。啊，但是想说要安怎？啊，要安怎？啊，都互伊通啊，鸟鼠嘛是你吃，嘛无法度啊。较早啦，啊，你即摆唔敢，较无人，啊，你咧保育咧，人啊，你用掠着咧。负责做是观察成化区6分寮的农场，大约有数十只的环境质的族群，但是先前曾经遭受到农药来毒杀，一度是接近灭绝。今年将伊是恢复到40只，但是近半年来又搁发现6只环境质的尸体，送往特审中心来检验，查出农药是致死的主因，烦恼灭菌的危机就要重演。当初不确定是不是中毒啦，但我是看它玉米田上有一些玉米嘛，所以我连鸟尸跟玉米粒都有送那个特生中心去做检验。它大概在11月底的时候有报告有出来，那确定是一些大8-9种农药的中毒。我们的话，因为水质有中毒的情形，同样，所以我们有在稻谷里面有裹铁粉，裹铁粉的方式。那未来的话，是不是来研究看？玉米来裹一些外壳啊，避免鸟类去误食。教育是呼吁相关单位应该像保护关田林甲鸟共款，加宣导友善耕作，莫用农药来保护环境质。农业局是表示，过去长期伫咧山区的乡镇来宣导禁用毒料、捕兽夹，嘛呼吁民众都一定要守法，唔通意识失大，甚至是涉及刑责。记者王正云台报道。来看台东县正出名的下雪山野，目前农民是套地啊哦，也毋过旧年2个风台，甲今年清明开花时天气无介稳定，所以目前调果率是无到50%，农民的损失嘛是真歹算。下雪山野园即个时阵，果子树应该是农满白色落架的果子，毋过即个一分地大的果子园拢无到100粒。农民讲，过去一丛果子树就会当弄100粒左右的下雪山野，毋过今年煞大减少，而且就算有结果嘛，无一定是好的，毋敢弄落架。今年种下雪的农民拢会有损失。我总共种了1甲多，大概1甲1、1甲2，总共才包5000。不到5000个，能卖到1颗100块也没多少钱啊。台东农改场表示，去年2个风台甲下雪山野的树尾吹歹去，今年清明进前的开花期，佮拄到湿湿、向寒、向热的天气，结果率就较低。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成熟的枝条。那当它那个9月、10月枝条被打断之后，重新再长的新梢，所以它枝梢不够成熟，所以就会影响到它开花。台东县大约有200公顷的下雪山野果子园，下雪山野的果子肉又搁高又搁芳甜，互人讲是山野界真好的品种，1公斤卖到300块，过去搁有外销。毋过农民讲今年整体产量无到50%，虽然已经有订单，毋过可能会大欠货，可能国内拢无够卖。毋过农民伫旧年风灾已经申请过1分地1万块的补助，今年未搁有补助，敢若会当期待明年的生产期未搁受到气候影响，互亏损会使拍平。记者综合报道。有动保团体伫高雄的内门发现有一只有新的狗仔去互山猪条夹着，为着要救这只狗仔嫌动保人员嘛去打着山猪条。动保团体是指出讲，野生动物互山猪条夹着伤，存活率是无到1%，所以因呼吁讲，市政府应该好好管制这个山猪条。动保人员伫高雄内门树林发现一只有生的狗仔倒伫涂骹，伊的骹互山猪条夹掉，袂顶袂动，甲狗仔救落山了后，隔天伊煞死亡。动保团体表示讲，真侪民众为着要保护残甲作物，会放山猪条。毋过野生动物若是互山猪条夹掉，通常救回来存活无到1%。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脚其实已经被这个山猪条扯的，整个都已经溃烂了。而且很严重，不管是流浪猫狗，或是台湾的野生动物，甚至是登山的人，它的这个伤害威胁都相当大，所以我们呼吁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10到迄天，动保人员除了救流浪的狗仔，现场阁发现有4只山猪条，动保人员甲规丛的树身锯落来，搬转去豆豆仔拆，嘛险有人员踏入去陷阱。根据动保处的统计，为110年到今年3月，伫山区已经发现83只的铁虎。被做的山猪条加42捆的金属锁啊！已在现场悬挂禁止使用兽夹的宣传布条，后续也将函请区公所协助向农民宣导禁用兽夹以及山猪吊。由于捕兽夹及山猪吊容易伤害犬猫及野生动物，因此施设使用兽夹或山猪吊都是违法行为。
动保团体表示讲，这5天来上少有100多只野生动物因为山猪条死亡。动保处即马伫现场用红色的布条提醒农民，莫用山猪条，若无就会违反动物保护法。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咱再来关心天气哦，因为锋面通过，今仔雨是落袂离。气象署嘛发布10个县市的大雨特报，嘛指出讲下暗开始雨会较细，也毋过刷来明仔载哦，会阁有一阵的锋面影响会阁较大。拜四到礼拜哦，西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落大雨。今仔锋面通过，气象署会再针对南投县以北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甚至也针对新竹县、苗栗县甲台中市发布雷公雨特报。气象署表示，今仔受到锋面通过影响，日时拢有一阵一阵的大雨，要特别注意短时间内强降雨、单雷公和透强风，一直到暗时雨才会转细。今天白天的时候呢，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哦，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部分的宜兰、花莲地区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其他地区的也会有局部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晚上其实西半部的雨，整体而言雨势是比较趋缓。气象署表示，刷落来后一波锋面会比这波影响更较大，为拜四一直到礼拜，全台湾降雨的几率拢真悬，尤其是拜五这天，中南部真有可能会上大雨。虽然雨未直直落，不过发生一阵一阵大雨的几率较悬。那礼拜4到礼拜天会受到另外一波锋面的影响，我们预期这一波锋面的影响将比今天这道锋面还要明显。那特别是在26号，也就是礼拜5这一天呢，受到锋面的影响，而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哦，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南部地区的雨势呢，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来的更明显。在中南部地区呢，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气象署表示，这阵啊台湾附近有真侪锋面，天气真无稳定。这款天气的形态，拢要等到时间真晚，才通有较正确的预报。提醒民众一定要随时注意气象署上新的消息。记者刘新武、林奕良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的壮围乡一个米仓早起火烧，烟是真大，几8公尺远哦，拢看会到。加上是无人着伤哦。消防员这届嘛特别出动机器人来拍火，咱做伙来了解。工厂庆祝红烧大火甲高高的乌烟，宜兰壮围一大米仓2时透早发生火警，高烟远远伫8公尺外，也会当看到。赶到现场的救护车拢互高烟冚过，消防人员紧急救水线拍火。那一间呐，那一间，我吓一大跳，要跑过来，又拿我摩托车放那里。火很大这样。烟很大，还有看到一点火星了。出水，里面出水。大火后附近的民众真惊吓，加在火势半点钟了后，渐渐互拍花，无人受伤死亡。这场大火，宜兰的消防人员也头一届出动机器人转水协助米仓内的机械来降温，必须消防人员入去到火场的上内底。就是机器人可以代替救火哈，当然是这个消防人员的安全就比较好的保障。宜兰县消防局去年开1340万买2组救灾机器人，分别放伫宜兰甲罗东分队，今年阁要买4组机器人协助救灾。机器人在火灾现场可以取代我们人力，然后进行那个长时间的涉水。那它上面也附有那个可见光的镜头跟那个红外线的镜头，可以做火点的探勘。消防局表示，救灾机器人有下过障碍物、控制辐射、风暴、防腐化等等的特性，搁在遥控炮塔、搁画一个点影镜头、红外线侦测镜头等等的科技仪器，对了会当长距离来转水，搁会当即时传现场影像，提供真侪点远远监看的功能，减少消防人员拄到工场火警的时阵，要面对高风险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顶个月有人为着牵狗仔的锁啊，卡伫石头旁，卡119爱消防队来到处理。高雄市嘛统计讲，去年有3000多件亲像这款叫消防队做一寡无要紧的代志，所以有议员就建议市政府应该爱以消防法来处罚，唔通互民众滥用消防资源。人还清醒，有正常呼吸吗？来到消防勤务中心，电话一直卡入来，消防人员逐工处理民众的报案。不过顶个月高雄就有民众报案讲有人掉伫石头，救护车到现场才发现卡掉的是牵痛物的锁啊，就机关批评讲，根据消防法36条的规定，若是民众乌白报案，是会当罚钱。
不过这2档以来拢无人予处罚，认为市府要严格执行。因为呢，有一些的民众呢，请这个我们的消防弟兄，不管是去帮他们晾衣服啊，或者是炒饭。高雄市消防局去年有12万件消防救护案件，其中较无紧急的第4甲第5级有8000多件。面对议员质疑，消防局表示讲，有不少人是报案时阵伤过紧张，若是民众唔是挑工的，基本上都未开单，干那110年有发过1件。一名李姓男子至少拨打15通119电话，那消防人员到场后然后他表示他没有拨打119电话或者是不需要就医。依据消防法第36条，然后给予裁罚。根据消防局统计，救护车予民众乌白使用，上侪就是把救护车当作客丁车；第2就是啉酒醉民众乌白卡；第3就是指定送到较远的病院。救护的情形上济状况就是讲，民众甲咱救护车因为免费把它当作是一个免费的交通车。高雄市有规定消防救护车收费的办法，若是有评估无紧急乌白使用，会罚1700块。消防局表示讲，收费是希望民众唔通乌白用，未来针对乌白使用的人加强处罚。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